在新社，其实有很多客家菇农帮忙成就了香菇大业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就再度带您走访新社，因为这里除了有新鲜的香菇之外，也结合了观光发展产业，像是香菇餐厅、香菇商店，还开放了观光菇园，让民众了解香菇的种类、生产的过程，也能够体验采香菇的乐趣。台中新社有香菇餐厅，也有商店，是一条特色十足的香菇街。想要体验田园之乐，还有观光菇园呢，让民众自己采香菇。这个是玫瑰菇，玫瑰菇就像玫瑰花的颜色。光是介绍种类就让游客赞叹不已。经过导览，不但了解香菇长成的过程，也了解香菇生态。DIY 采香菇一样乐趣无穷。好好采哦！所以这样子。对，这样子回去可以冰1个月。很多菇农都是客家人，一步一脚印打造了新社香菇商圈。这里有好玩的，也有好吃的，等着游客上门。小吃配上香菇，很有在地风味。在香菇加持之下，香肠的口感香 Q 又不油腻。来，烧进你们的香菇肉燥饭好了。业者的香菇肉燥饭也是一绝，香菇跟饭一起下锅煮，更能让香菇飘香。那个香菇之前都要先炒过，用麻油先爆香菇这样子。而香菇羹汤是10种菇类大集合，吃一口大满足。一整桌的香菇小吃，口味各有千秋，吃进嘴里处处有惊喜，就蛮顺口的不会有腻腻的感觉。炎炎夏日特色商品还有香菇冰棒以及香菇冰淇淋，特色的口味清凉又消暑。现在吃这个香菇，它的有加一点那牛奶味，还蛮重，还蛮特别的口感。打造香菇街，新社农会也是推手之一，设计数十种的伴手礼，像是小香菇做成脱水饼干，口感香酥，营养不流失。而卖相不佳的香菇地头也能够加工做成香菇素肉干，这也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益。以前我们香菇饼的话，现在1公斤的话100多块，那我们现在一公斤可以卖到270多块，大家看这个是倍数的在成长。装着评鉴过的顶级香菇礼盒，香菇吃完了，礼盒就丢太浪费，要符合客家精神，它也能变成特色灯饰。菇农业者农会投入心力，让香菇结合观光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采香菇、吃香菇，也成就了新社的香菇王国。香菇提味，肉燥饭赋予新生，菇地烘烤，素肉干加持升华。客家菇农打造新社香菇街，别忘香菇冰淇淋，清爽感动时刻。